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铁，离每一站的车厢拢有这个紧急的起钮按钮，有规定必须都要拄到突发的意外才会当来使用。讲有这个乘客因为坐过站咯，想要移这个紧急的起钮，互列车会当停落来。加在伊最后无起，那真正甲起落去，恐惊会罚罚款100万。高铁每节车厢都有设置这个紧急按钮，一旦遇到突发意外，民众就可以按下之后来跟列车组员通话。不过却有民众坐过站，试图把这个按钮当成下车铃来使用。详细看顶悬的字写讲，敢若限发生危害安全的紧急事故才会当使用。不过有旅客总坐高铁路站到桃园，列车关门要继续行时，伊看到一对中年男女坐过站冲到门口，附近人竟然想要试紧急起铃，加在合作会查甫人阻挡。我觉得坐过站的话，去按紧急按钮好像有点太夸张。车上有人昏倒啊，或者是可能其他突发事件。这种时候来按会比较合理。我不会去阻止他，但我会提醒他，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吧，因为临时停车。实际上，去年8月就捌有一个乘客伫咧中华高铁站，因为不是紧急事故，就试紧急起铃。伫此当时，列车延前2分钟，不过加在无影响到其他的车帮。旅客若是乌白试紧急起铃，可能就会犯到社违法、高铁路法，上悬会当罚100万。坐过站不是紧急意外，千万唔通因为个人的状况，就害其他的旅客拢着惊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